嗨，歡迎各位超白友返到嚟娛樂八卦超住港頻道。各位超白友，擔定凳仔霸頭位，我係你哋嘅靈魂收割機德哥。哇！今次真係大開眼界啊！我以為自己喺 YouTube 界打滾咁耐，咩大風大浪，咩公關災難未見過，點知今次真係癲到一個點。香港娛樂圈嘅下限原來係冇最低，只有更低。你以為去澳門睇演唱會買張飛係為咗聽歌睇排舞，感受下舞台氣氛？錯啦，大錯特錯！原來而家啲偶像開 show 係附送人體奧妙展，係冇錯。今日我哋要講嘅就係嗰位被萬千神婆供奉喺神台跳舞跳到出神入化嘅教主盧瀚霆 Anson Lo。佢最近去咗澳門搞嗰個 Music Unbounded Live Macau 演出，本來應該係一場載歌載舞、型到裂開嘅 show 啦。點知一段喺 Threads 上面瘋傳嘅飯拍質拍影片，直接將成個演唱會嘅焦點由舞台造藝降級到去下體構造。成個網絡炸開晒，全香港網民突然之間化身做福爾摩斯同埋物理學家，反覆重播慢鏡逐格睇，為嘅就係研究嗰一個離奇晃動嘅瞬間。我真係睇到眼火爆，大佬呀！你搞藝術定係搞色情啊？今日德哥就同大家剝花生剝到盡，同大家深度解構呢單消失的底褲世紀懸案。大家準備好未？未就即刻打個訂閱，我哋即刻入正題。好啦，等我哋先重溫下案發現場。話說4月19日，有網民喺 Threads 度掉咗條片出嚟，條片入面教主大人着住一條極度闊身、飄逸到好似可以隨風起舞嘅闊腳褲，喺台上度瘋狂咁展現佢嗰啲招牌勁歌熱舞。平時佢跳舞，大家最多都係討論佢啲動作有幾用力，表情有幾誘人，個妝有幾厚。但係今次唔同喎。當佢一個轉身，一個踎低，再加一個扭胯嘅時候，鏡頭好死唔死捕捉到佢下半身一個極度不尋常、違反地心吸力、超越人體工學嘅動感瞬間。我真係唔識點形容嗰種震撼感。嗰一個嘢喺條闊褲入面，七一個中間飛濕殘草搖舊飛，飛個幅告之大，直頭可揼中間喺由中間到中間氹此大。或者係一部開咗脫水模式嘅洗衣機，咁嗰種離奇晃動完全唔係正常人類住咗底褲之後應該有嘅狀態咯，好冇？你明明嗰種視覺衝擊，你以為睇緊勁歌金曲，點知原來係看緊 Discovery Channel 嘅野生動物大遷徙。嗰一刻，我信全香港睇過條片嘅人個腦入面都只係閃過3個字母 WTF。成個網上世界即刻起哄，大家唔係討論緊佢隻舞跳得有幾好，而係討論緊，喂，教主係咪冇着底褲呀？唉，第一個離譜為係你作為一個偶像，一個企喺大舞台上面受萬人景仰嘅表演者，你個服裝管理去咗邊呀？你話你着緊新褲現形，我當你係服裝失誤，但你着條闊腳褲都可以搞到咁有層次感、咁有動態美，呢個已經唔係失誤咁簡單，呢個係視覺恐怖襲擊啊！有網民一針見血咁指出，叫你主盧瀚霆注反條底褲，唔好特登戴假體，狗飛飛先啦！哇，呢句真係絕殺，假體2個字真係點醒晒所有人。大家試諗下，正常一個男人就算真係唔記得着底褲，雖然呢個機會率低過中6合彩，你估你落街買宵夜咩？嗰個物理晃動嘅幅度都冇可能去到咁誇張咁有存在感啊！除非嗰件根本唔係原裝配件。係咪有啲人為咗營造某種雄風嘅假象，特登攝啲嘢入去啊？點知計錯數，條褲太闊，動作太大，搞到件道具移晒位，由宏偉變成搞笑。唉，第一個離譜為係你作為一個偶像，一個企喺大舞台上面受萬人景仰嘅表演者，你個服裝管理去咗邊呀？你話你着緊新褲現形，我當你係服裝失誤，但你着條闊腳褲都可以搞到咁有層次感、咁有動態美，呢個已經唔係失誤咁簡單，呢個係視覺恐怖襲擊啊！有網民一針見血咁指出，叫你主盧瀚霆注反條底褲，唔好特登戴假體，狗飛飛先啦！哇，呢句真係絕殺，假體2個字真係點醒晒所有人。大家試諗下。正常一個男人就算真係唔記得着底褲，雖然呢個機會率低過中6合彩，你估你落街買宵夜咩？嗰個物理晃動嘅幅度都冇可能去到咁誇張咁有存在感啊！除非嗰件根本唔係原裝配件。係咪有啲人為咗營造某種雄風嘅假象，
特登攝啲嘢入去啊，點知計錯數，太闊，動作太大，搞到件道具唔晒位，又唔位以前搞事。仲有啊，有網民直頭話放個奶嘴仔喺入面做乜鬼？奶嘴仔，我真係笑到爭啲人都答到唔落。網民啲想像力真係細眼級，你哋叫教主情何以堪？人哋想 sell 性感 sell 不羈，你就話人哋塞個奶嘴落去，呢啲咪就係典型嘅靈搞反轉。你以為自己好型，其實人哋覺得你好 low 好核突。講真，呢單嘢真係好炒車。而家我喺度強烈呼籲各位觀眾，即刻喺下面留言表態。你哋用你哋嘅雪亮眼睛同埋基本嘅物理學常識去判斷下，你覺得教主今次係真係崇尚自然、真空上陣嘅？即刻同我喺留言區打一。如果你同我一樣覺得佢係為咗衝大頭鬼，特登塞咗啲假狗道具入去搏劍報嘅，即刻同我打二。我真係好想知大家係點睇呢單下體疑雲，打一定打二，即刻留言。好啦，等我哋睇下網民嘅風向。今次呢單嘢真係可以話係引起咗公憤。點解？因為真係太過滋擾啦。有網民好慘痛咁留言話：呢啲圖入我腦要加關稅。講得太好啦！精神污染稅啊！政府真係應該立法，邊個再將呢啲不安片段周圍傳，就要收佢稅。我睇完之後發足3日噩夢，合埋眼就見到個鐘擺喺度搖。仲有網民幫佢改咗個新名，叫 Anson Lo 一個字絕。由高高在上嘅神台偶像，1秒變咗核突低俗嘅代表，低級趣味撈到貼地，呢個名真係實至名歸。更加有網民話：我淨係諗起地鐵個磨柱男喎。喂，大家記唔記得早幾年地鐵有個阿叔攬住條扶手柱喺度瘋狂摩擦，網民竟然將堂堂一個 Mirror 人氣王同一個地鐵變態佬相提並論，你話死唔死？由偶像變身做地鐵磨柱男，呢個形象插水嘅速度快過跳樓機啊！但係咧，大家千祈唔好低估嗰班神婆，即係教主嗰班極度狂熱、失去理智嘅粉絲嘅戰鬥力啊！有網民好勇敢咁留言警告大家：你好勇，小心邪教黑社會神婆呀！每次有人笑膠面囉，神婆口戰大軍正趕到現場開工，會不停轉移視線。冇錯，依班神婆最叻就係咩啊？洗白、屈角度、屈燈光、屈剪接。佢哋一定會話：哎呀，呢啲係褲嘅摺痕嚟啫！你哋班 hater 心邪先會睇到啲咁嘅嘢。我哋教主跳舞咁專心，你哋就淨係抱住人哋下半身，你哋性騷擾呀！哇！真係惡人先告狀啊！條片清清楚楚，物理運動真真切切咁擺喺眼前，你都可以死撐係褲痕。你估條褲入面住咗隻異形啊？有網民就分析得非常透徹，點解教主同佢班神婆最近咁燥底，甚至可能要搞啲咁嘅小動作出嚟博眼球，因為佢哋急咯。有網民爆料，好明顯膠面都叱咤，又食蛋，又無世秦，又無得同劉華合作，又無得入金像獎頒獎，真係乜柒都無人氣，無流量，嬲臉到膠面都毒徒爆血管。聽清楚未？呢個先係個核心問題啊！當一個曾經隻手遮天、霸佔晒所有資源嘅頂流偶像，突然之間發現自己跌落神壇，音樂頒獎禮食白果，連登大銀幕嘅機會都俾人搶埋。世界巡迴演唱會又冇份，嗰種落差感、嗰種焦慮感係會逼死人。當實力同作品撐唔起個人氣嘅時候，仲可以點算？咪就係搞啲偏門嘢咯，露下肉，搞啲疑似走光，製造啲廉價嘅話題同流量。呢啲咪就係典型嘅江郎才盡，黔驢技窮咯。你以為你仲係幾年前嗰個企定定都有人尖叫嘅萬人迷咩？時代變啦，觀眾嘅眼睛雪亮咗啦。你仲用呢啲低級嘅視覺衝擊嚟搏上位，只會惹人反感，變成全城笑柄。去到最後，我德哥要嚟個終極點評，我唔會同你講咩中立客觀。我今日就係要企喺一個普通香港市民，一個被逼接收呢啲視覺垃圾嘅苦主角度去鬧爆呢件事。我講白啲啦，我德哥就係睇佢唔順眼。做偶像做到你咁核突咁 cheap， 真係影衰晒香港娛樂圈。你話你跳舞勁 ，OK， 我尊重。你話你唱歌算啦，我不予置評。但係你作為一個公眾人物，一個有咁多細路女、師奶、fans 嘅偶像，你可唔可以有返啲基本嘅自愛同埋操守？喺台上特登搞啲咁嘅疑似真空或者假狗疑雲，你以為好破格好前衛啊？其實係極度低俗、極度無品。
你班神婆日日喺度吹捧佢有幾努力，有幾專業，結果呢，一個專業嘅表演者會連自己下半身吊揈都唔知，會容許呢啲咁荒謬嘅畫面流出嚟。一係佢個團隊廢，一係佢自己根本就係 enjoy 呢種變態嘅注視。無論係邊一樣，都證明咗呢個人呢個團隊根本就係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無料扮4條，冇作品就用下半身嚟湊數。呢單教主澳門動感之謎，如果滿分係10把火，我德哥會俾足100把火，爆標啊！炎上指數破表。因為呢件事唔單止係一單八卦新聞，更加反映咗而家香港某啲所謂頂流偶像嗰種為咗流量不擇手段、毫無底線嘅醜態。我講完啦，我知我今日講得好激，我亦都預咗出咗呢條片之後會被嗰班失去理智嘅神婆大軍洗版、攻擊，甚至人肉起底，但我德哥冇有怕。我哋做 YouTube 就係要講真話，就係要將廣大網民心入面嗰句嘔心大聲講出嚟。今集嚟到呢度啦，有咩諗法可以係留言區留言，同埋記得俾 like 訂閱分享下條影片，再見，拜拜。